讲到言论自由来看，这北一女的国文老师侯桂枝，因为接受中国的采访，这支赖总统的言论，甚至呢伫上课的时阵讲到政治，和学校该约谈。另外，台北市教育局是来回应讲，经过调查，这个侯老师呢并无违反到教育中立，也阁有共款引发争议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李正宪，因过伊去中国读册的时阵，捌发表到那亲像是亲中的言论，和民进党的议员要求爱检讨台北市府的发言体系。我的母亲跟我变成敌对，我觉得我怎么面对祖先？赖清德要不要去面对他的祖先？我真是想问，那良心何在？北一女的国文老师吴桂枝顶一日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伊即期总统赖清德甲中国定调措施境外敌对势力，安尼互伫中国有亲人的台湾人是要安怎才好？这个言论去互民众检举，而且这支吴桂枝伫咧上课的时阵违反教育中立。北一女2号收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求要处理。吴桂枝嘛证实，北一女的校长有甲伊约谈。我在想，什么叫做教育中立呢？那我教的是国文，那我在上课的时候讲中国传统文学的美好，这个跟所谓的教育中不中立，这个我觉得到底有什么抵触？我从来没有在，比方说竞选期间替某政党在拉票。经北一女校方查证回复，并没有学生反映老师在课堂上违反教育中立，也没有在校内违反教育中立之情事。教育局尊重教师专业自主权及言论自由。同款引起争议的，也有台北市府顶一日宣布修例各改组，先做发言人的李正宪，去用标出伫中国读册时阵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有恶意，毋过中国真友善。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感受爱国的情操等等的言论引起争议。李正宪这样子的国家认同，适合担任台北市的发言人吗？关于有心人士考古过度解读我个人数年前在中国大陆读书实习的经历。相信社会大众都不乐见有新人士的双重标准。李正宪嘛强调讲，对市府最近受到两化相关议题攻击，市府的立场一直拢是徛伫自由民主甲法治的精神，而且台湾的少年人拢对家己的民主甲自由有信心，交流本身更较会当凸显多元包容的价值。公视新闻台北报道。